大家问千万字，特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昨大部分的公司机关拢开工，也毋过照古早的日，日新历15，也就是元宵进前，拢也算是过年。大家见面也是互相恭喜贺新正，互相祝福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就是祝福的祝，读子有祝第4条。古早台语字典解说祝本地意思就是烧连线，替人献祭或者是求福、祈愿、祈求、庆贺的意思，像咱讲祝愿或者是祝福。另外，针对大得欢喜或者是纪念的代志，举办活动来庆贺祝福，咱讲是庆祝。若是祝贺一个人生日，咱讲是祝寿；对神来表示感谢，咱讲是祝谢。也有嘉义阿里山火车站，其中有一站或者祝山，嘛有人写祝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祝贺，这个意思就是庆祝、贺礼或者是庆喜祝福。第二个词就要来解说祝福，本地意思是讲向神明祈求祝福，落尾会当讲希望对方加得到一寡福运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新正年头，大家见面会互相祝福、说恭喜，祝福对方新的一年财运好运拢到位，拢有好福气、好运气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，读做祝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